这是点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5年11月14日，公元2018年12月21日。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在菩提迦叶出席跨学派佛教研讨会；西藏安多阿坝青年藏人和平游行后遭当地警方拘捕。藏人行政中央推出特制影片《中间道路前进之路》。司政洛桑桑格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入藏互惠法案。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本周一，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比哈尔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朝拜了摩诃菩提寺。12月17日，达赖喇嘛尊者在佛陀释迦牟尼悟道成佛的菩提迦叶金刚座朝拜了摩诃菩提寺，并礼拜了摩诃菩提寺内的佛陀释迦牟尼25岁等神像，随后向媒体记者发表了讲话。达赖喇嘛尊者在向媒体发表讲话时表示，这里是佛陀释迦牟尼悟道成佛的圣地，我平常所提到的17位班智达，包括龙树菩萨在内的许多圣者都踏足于此，并获得加持的圣地。尊者进一步表示，我今天在此祈愿的内容是，佛陀释迦牟尼独一无二的教言是教人向善，特别是升起菩提心，而菩提心依靠的是空性的论理，而缘起空性是独一无二和殊胜的。与人为善、忍辱等理念是每一个宗教都在倡导的，而空性只有佛陀释迦牟尼提出，其他的宗教传统都没有提出过。尊者最后表示，因此只有空性的论理可以和现代科学的观点并肩同行。过去40多年来，我所积累的经验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当前我们所说的量子力学，之前有一位印度的核子学家，他是印度制作核武器的一员。他告诉我，量子力学在西方世界是一门新的学科，而印度早在26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量子力学方面的论理，这就是佛教的缘起论理。本周三，12月19日，达赖喇嘛尊者在菩提迦叶出席了有关宗喀巴大师所著的《辩了不了义善说藏论》第3届藏传佛教跨学派研讨会。达赖喇嘛尊者在研讨会上致辞时表示，无论我们是否信仰宗教，我们所有人都在寻求和平与幸福。佛教哲学中关于实现心灵平静的丰富知识，对每个人都有巨大的利益。通过佛教哲学和心理学，我们有机会为这个星球上的70亿人类服务。另外，在世界人权日当天，西藏安多阿坝一名叫做桑杰嘉措的年轻藏人，在阿坝街道上独自展开和平游行后，遭当地中国警方拘捕，至今仍无确切下落。据印北达兰萨拉的格尔登寺西藏境内紧急情况联络小组于12月14号公布的消息证实，现年17岁的西藏安多阿坝格尔登寺僧人桑杰嘉措于12月10日，即中国敏感日之一，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29周年纪念日的世界人权日当天，在阿坝县街道上独自展开和平游行，并呼喊西藏自由等口号后，被当地警方拘捕，随后与外界失去联系，至今仍无关押地点等确切消息。据消息人士证实，桑杰嘉措是安多阿坝县丘吉玛乡索日玛村人，父亲名叫杰嘎索巴，母亲叫汪阔。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于本周三12月19号推出特制影片《中间道路前进之路》，介绍由达赖喇嘛尊者主张藏人行政中央所秉持的中间道路政策，如何寻求名副其实的自治，以及未来年轻一代藏人继续秉持这一政策争取西藏自由的理念。
这部特制影片由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制作，西藏电影制片人丹增嘎丹执行导演。该影片讲述了中间道路的重要性，以及在近60年的自由斗争中，老一辈藏人逐渐减少之际，新一代藏人继续推动西藏自由事业前进的征程。这部长达18分钟的影片还讲述了从事藏中和谈的西藏政治人物在中间道路政策上的经验和信息，以及西藏人民在自己的家园中抗议中国错误的治藏政策，如中共对西藏的宗教、语言文化和人权状况等方面的压制政策。该影片还说明了中间道路政策是解决西藏问题而提出的互利双赢的解决方案，并强调西藏人民寻求的是在中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框架内寻求名副其实的自治。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由美国国会两院通过的入藏互惠法案于12月19号获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这一由美国两党提交的法案要求中国放宽美国人进入西藏的权利与自由，否则美国将根据法律进行同样的限制。司政罗桑桑格对此表示，这是一个非常勇敢的跨越。这一法案向西藏人民发出了希望和正义的信息，因此我代表600万藏人对特朗普总统签署该法案表示衷心的感谢。国际深远西藏运动主席马提奥·梅卡奇表示，对于美国、西藏以及所有关心平等、正义和人权的人来说，这确实是一个转折点。美国国会通过的这项具有影响力和创新性的法律，为其他国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并让中国政府知道歧视西藏人民所面临的真正后果。而向美国国会提交该法案的美国国会民主党议员吉姆·麦戈文表示，我很高兴总统特朗普签署了入藏互惠法案，使其成为真正的法律。长期以来，中国通过限制旅行来掩盖其在西藏侵犯人权的行为，但是行动会产生影响。而今天，我们距离制裁实施这些限制的中国官员更近了一步。议员吉姆·麦戈文还表示，我将密切关注这一法律得到实施，并继续支持和加入到西藏人民争取宗教和文化自由的斗争中。入藏互惠法案于2014年由美国国会民主党议员吉姆·麦戈文和共和党议员兰迪·霍尔戈兰向众议院提交。该法案要求美国官员、媒体记者及民众能享有进入西藏的权利与自由，否则那些涉及阻挠美国外交官员、媒体记者与游客进入西藏的中国官员也将被禁止进入美国。观众朋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